无啦，这是我鸭蛋节收到的交换礼物。哦，即摆少年人啊，伫咧耶诞节上时行的活动，就是来办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。台语真认真，愈讲愈认真。大家好，滚一边。大家好，我欢喜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玲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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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搁一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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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哇！看到你这就知影讲吼，耶诞节要到啊！啥物？像阮就欢乐。这跟耶诞节有什么关系？那也无关系。有什么关系？古锥啊，温暖啊，可爱啊。对啦，对对。无啦，这是我耶诞节收到的交换礼物。哦，即摆少年人啊，伫咧耶诞节上时行的活动，就是来办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。嘿，吼啊，咱就设定看要差不多买偌济，有的人是1000，有的人是500，有的人是200。嘿，这道哦，我跟你讲，你有够准啊，你咧接累啊？这道，嘿，我这道抽的这道的交换礼物你这位是金额，你的金额是偌济200。啊，有人就用这，差不多，这组算的差不多200，差不多吼。嘿，啊，所以你抽到这组，你感受安怎？心情真歹。为什么？你安尼装扮起来真 OK 啊？是啊，因为我做你感觉你安尼装扮起来心情真快乐？虽然我迄道嘛无讲介，嘛是200块以内，无讲介好，也毋过收的这，我心情嘛是无啥好。因这无适合我啊。哦，不啊，你看你2年前收到的礼物，你2年后派上用场，你看，2年前虽然不 OK， 2年后就 OK， 对啊。安尼看起来有够水吗？够水，好，多谢。安尼咱讲到，咱转来咱来正题。好，咱的正题，今日要来讲交换礼物。耶诞节的交换礼物。是啊，其实吼，咱台湾人吼对耶诞节的参与吼，参与感，其实算足大呢。真的。你看新北市的迄个耶诞城，哦，人足多呢。我拢劝朋友卖去，哪呢？人足多。你管人，人要去，人自然我都去承受啊。也毋过吼，阮朋友吼就是挡袂掉迄种迄渔舞乐团的表演啊。啊，伊就要去看迄个伊家己的乐团啊。哦，甲歌手就对啦。对啊，啊挡袂掉，一定爱去，人客人嘛是要去听。那我拢特别吼，请迄个中南部的爸爸妈妈坐火车起来。哎呦！啊，带去看耶诞城。啊，真的哦。你知无去看的时阵吼，迄个年会减轻几啊岁，少年几啊岁。啊，真的哦。尤其是今年迄种迪士尼。啊，你18岁佮减轻几啊岁，啊，所以还未成年。哦。嘿，我要安怎？安尼，你12点之前爱等去教书。啊，无会，会搁变动的吼。无啦。啊，这个节日吼，除了你讲有足侪所在会当去拍卡，会当翕相以外吼，这个时间吼是一个足大的、足好的借口。哦，买物件。譬如讲，我即摆买一个礼物，顺续买一寡，家己一寡物件，你有譬如讲巧克力啊，啊无一寡礼物啊送家己，啊无就去食大餐。对。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啊，你若家己咧街啊咯，3卡步、5卡步，一间礼品店、文具店，啊，你行入去，哇，都拢迄耶诞节的彩带啦，啊，零零亮啦，亮啊啦，啊，就是拢咧促销讲啊，你要交换礼物会使买这，哦，啊，佮摆出10大上受欢迎的交换礼物，若交换礼物吼，你捌收过啥物礼物？哦，我跟你讲，除了这吼，我收过一项交换礼物吼，脚本内底唔敢写出来。哦，安尼？嘿哦，要毋过我嘛是要讲哦，迄是算是一个后空的内裤。哦，安我知，就是讲你这个内裤穿落了后啊，尻川倒看很。嘿，尻川过就是规个拢看会见，这一个大有无？啊头前早的，后壁尻川腿2粒尻川吼看甲足清楚。这其实吼是咧用来你运动的时阵咧用的。我捌运动的时阵穿过一道，也毋过我感觉吼尻川足凉的，我袂惯势。安尼就拍算迄个礼物啊。是啊，我拢放伫咧我衣柜，放伫咧衣橱的箱内底。我猜你礼物才有创意，你安尼甲冰咧？无啦，其实迄裤吼，你看迄布料才少，其实真贵。
你看。所以迄道限制金额吼，大概是400块。所以讲，你安尼讲吼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是。其实咱嘛使来办一解讲吼，你甲你0年以来所抽到的耶诞节的礼物，啊，你感觉上用袂到的，咱佫摕出来交换。安尼就变成二手的礼物，佫摕出来交换。啊，趣味就好啦。是啦。有当时啊，这交换礼物，毋是讲真正的要紧，讲迄个礼物的贵重，是。主要是讲大家咧交换礼物的迄种状况，是。到迄个过程，啊，真享受，啊，真欢乐，大家做伙啊，过节，有一种刺激的感觉，有一种期待，对无？啊，你若抽到歹，就讲这箱买，甲迄个人叫出来，对无？甲包咧，哎，无啦。有当时是安尼啦，迄种感觉。咁讲吼，礼物这种物件，其实就是讲一个心意啦。对。咱尽量莫去批评讲哦，人送这礼物准歹啊，是安怎？这是一个过节的气氛。有影，啊，若讲到要一个经济的礼物，嘛是一个真大的学问呐。你爱去想讲，啊，你要送的对象是啥？是。哦，啊，你要送互伊啥物款的较适合？你若讲这个送这个礼物，你像我过年的时候，过年咱正月初二，毋是拢要去带阿姑，对，等来咱外头厝，是，吼，外头厝，哎对，啊，咱是毋是拢爱挂一个伴手，啊去带阿姑，所以你来想讲阿姑，拢迄个70、80岁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迄是你的阿姑70、80岁，因为阮是算慢仔囝，佫生的慢仔囝，所以阿姑拢较大汉，较大辈，较济岁，啊，所以你就爱想讲啊，阿姑较无喙齿，较袂晓煲，你爱买较嫩的八宝粥，吼，水。土豆汤，哦，电脑机的，电脑机两个迄土豆，啊无就加两糕，哦，啊无就肉酥，对，啊卖肉干、肉爪，肉爪，哎呦，肉爪，这个较适合老大人。啊，我先插播一个，我即摆要分享吼，咱小编甲咱讲过吼，因收过什么礼物？好，来，第一个吼，有一个小编伊讲有同学送伊金童玉女，金童玉女，是，就是迄。你敢若迄个扮松是扮松树的迄种金童玉女，纸扎人迄种对，抓人迄种对，迄看下你看虽然感觉够恐怖，那送我这啦，要毋过吼仔细看伊是美秀的一部分啊。要毋过收到这我有感觉袂歹，因为这其实应该嘛是真。你收到这你感觉袂歹？这我感觉做有创意的呢。哦，好啦。还有另外一个，要再互你收好来。掠鸟鼠仔的人啊，这做好的呢，我收到我会总欢喜。这是你带做一鸟鼠哦。是啊，无啦，无啦。啊个耶诞节敢无你啥物较深刻的回忆？耶诞节咯，耶诞节就是迄种有一年去迄个。信义乡，参加因的迄个耶诞节的暗暝，哦，甲咱的原住民朋友唱歌跳舞，啉迄个小米酒，哎呦，哦，迄一世人难忘。啊，你敢有啥物耶诞节较浪漫的回忆？较浪漫的回忆哦，你有啦，你来讲。我无呢，你无？我就甲你讲，我耶诞节无就是找一个餐厅食饭。啊，无就是无介意去人济所在，踮喺厝啉酒。足孤单的呢。这毋是孤单的问题啦，这是我真正无介意人伤济。都孤单呢。哦，佫无。毋是人足济时，你会感觉足压榨的。比孤单更加恐怖。更如使人讨厌。所以你就是孤单，卖好人。好啦。啊，其实吼，我感觉耶诞节，当啥物物件？无。我知影差不多啊，我知影时间要到啊。要毋过吼，耶诞节这个节日吼，对台湾人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节日。啊，是吗？当然哦，我刚才讲的全世界。我感觉对耶诞，我感觉对台湾人较重要的节日是元宵、中秋、五日节、过年啊。啊，这当然是重要啊，这唔免讲，当然是重要。你看新北市耶诞城，用甲遐大、遐济人去，啊。台南的和乐广场嘛，放一大堆装饰品，啊，都放一堆啊，大家拢爱去上打卡拍照。你无拍照，你就落伍啊。哦，是哦。对，你就袂拍。还好啦。对啊。还行啊。对啊，所以是过一礼拜，后礼拜嘛，后礼拜迄个时阵就到耶诞节啦。大家会当出去，譬如讲咱拄讲的耶诞城，啊无就是。去台南算嘛袂歹，冇像咱小鬼安尼遐孤单吼，甲咱要淡厝家己啉酒安尼。我都无介意看到这个人啊，嘿啦，啊其实吼，台南吼，伫前几个礼拜后，因为我袂记是倒一间庙的
王爷生啊，无就是神明的生日啦，啊，就规个路拢客，嘿，啊，即马到耶诞节的时阵，和乐广场吼有这装饰，我看迄个时阵吼应该阁是客。好，啊，所以你莫等伊啊。我耶诞节袂等去，嘿啊，我无介意。对，啊，所以你莫等伊好啊。对啊。你家己伫厝啉酒好啊。对啦，好啦，耶诞节出去行行哈，吼。甲你讲啦。后回去咱继续支持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后壁尻川配两粒尻川吼，看甲足清楚。这其实吼是咧用来你运动的时阵咧用的。哦。啊，你敢捌用过？你捌穿过无？我捌运动的时阵穿过一道，也毋过我感觉吼尻川足凉的，我袂惯势。安尼热天，我就拢甲放伫个衣橱。安尼热天袂歹啊！热天出去挑天要真热。你也当做你要练走。跑步，练跑步，嘿，跑步，迄是一个真好的装备，真好的衫裤会当穿。安尼你就吼，我甲你讲。要毋过我无介意练走啊，无介意练跑步。安尼就拍算迄个礼物啊。是啊，我拢放伫个我衣柜，啊，放伫个衣橱的箱内底。无猜你礼物才有创意。嘿，朋友，台语今天当伫 Podcast 嘛听会到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每边，我林小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认真，互你台语愈讲愈认真，耶！